来继续来看这件深夜11点外拄到酒鬼，举迄个酒竿要共讲，安尼看会惊袂惊？有一个民众深夜11点外，徛伫台北车头大厅的门口咧部分，有一个啉酒醉生昏的男子，摕迄个酒竿要甲喊，伊真惊讲，冲入去车头的大厅，大声来喊讲，紧甲我救！嫌犯赶到位，这个嫌犯无爱配合，先甲女警的帽仔拍掉，搁出骹来斩女警，上尾也是互压制来扣手铐。当时也有袂少的民众伫咧车站的大厅等要坐车，拢讲感觉真恐怖。这个汤北体查某人将其当互人插掉咧，伊搁用脚要斩关键，搁将女警的帽仔线掉去，就惊讲场面失控，只好将伊压制在地。喂，你想说你在做啥？哎，你太夸张了！女警用手将嫌犯的头移掉咧，对方倒伫涂骹继续大细声，一直利用，搁将女警摔倒在地。我没有呼吸，我没有呼吸。他很暗，我看不清楚。说你信不信？我冲过去打你。代志发生伫台北车头东一门，差不多昨暝11点半左右，也有人去咧等车。一直看到冲突的过程，拢惊到。当时民众伫车头外口咧食薰，拄着闹大一个嫌犯莫名其妙挖金要甲拍，两人先入大厅互相对呛。警方一直到现场，对方失控拍警察，特殊原警的头壳耳仔拢流血。一男情绪激动，做事攻击民众，警方立即实施保护管束。期间，该男极度不配合，并攻击员警。嫌犯可能是啉酒醉，才会大闹车头，随即攻击民众，搁出手拍警察。闹代志的地点伫台北车头的大厅，警方惊讲影响到其他坐车的人客，赶紧将人甲掠起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